啊，那个你去那边帮忙擦一下，账单我自己看就好了。行，来，那我过去了。5分钟，天天跟我练，是不是有点累？真的有点累。每天5分钟，天天跟我练，是不是有點累？真的有點累。每天5分鐘，天天跟我練，快來，一起練，一起練，哎。你幹嘛啊？我欠學校3萬塊錢。怎麼回事啊？哎呀，我說大姐，都上了2年學了，你居然1次學費也沒交過呀？你錢呢？買吉他了。太牛了！早知道可以不交學費，我就把那錢攢着，將來買吉普了。別說那麼不着調的話，都什麼時候了？咱們現在主要是要湊齊3萬塊錢，把這學費補交上去。啊？我沒錢。胖娃兒，哎，我跟你說嘛，哎呀，我最近遇到點小麻煩。咋子？我們寢室那個女娃子，哎呀，她被一個龜兒子把肚子搞大了。哎，就是那個多漂亮那個。對嘞，冬眠啊。哎呀，你不曉得她真煩人哦。她要去做流產的嘛。哎呀，流產是要花錢噻。啊，那多不好意思嘞，給你要錢那不好意思的嘛。哎呀，要不得。哎呀，好吧。